后来继续来看台铁连续来发生铁机路段的事件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深夜11点外，专工到宜兰来了解到倒班人员施工的情形，同时要宵夜予因者，甲因加油鼓励，感谢有因的付出，才予民众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。半暝啊，行起了铁机路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早宵夜，替维护铁道安全的工作人员加油赞声。谢谢院长。为了代替最近小雪壁铁机路长期的事件，互第一线负责巡铁机路的人压力真大，因为施工爱伫咧火车休困才会当做，事实上已经是半暝啊。宜兰站到四城站先封起来了后。倒班人员就开始换铁机路顶的茶，甲开后期的茶换作是较稳定，用暗蒙涂落去控的材质。苏贞昌嘛伫咧现场较真安全的问题，所以就是要把这个木枕换成必须枕。是。苏贞昌陪铁机路人员食宵夜，鼓励大家食饱才有快乐做。要有安全的铁机路，才当有安全转去厝的路。同时嘛讲到，已经核定铁路员工的补助，会比对军公教人员答应会甲因照顾，嘛讲会到做会到。